惠州雙月灣，一個一直被地產商同旅行社包裝成大灣區後花園、中國馬爾代夫嘅網紅度假勝地，最近佢嘅市場秩序終於得到咗一次雷厲風行嘅整頓。不過極度諷刺嘅係，出手查封違規商戶、揭露黑店醜惡面目嘅，竟然唔係當地攞住納稅人錢嘅市場監管局，而係一個遠在幾百公里之外嘅香港電視台通視。當通視嘅專題節目播出之後，涉事嘅海鮮餐廳同被形容為危險民宿嘅黑店終於被查封。但係我哋不禁要問一個直擊靈魂嘅問題：如果冇咗香港傳媒嘅強勢曝光，呢一次嘅整頓會發生嗎？如果冇條跨區嘅過江龍，呢啲明碼實價嘅消費陷阱喺當地日常嘅監管機制之下，到底仲可以明目張膽地生存幾耐？每逢節假日，雙月灣都係人山人海，但係喺各大網絡討論區，雙月灣嘅代名詞晨早已經變成咗水魚灣。呢場荒謬嘅跨區執法，唔單止狠狠地撕下咗雙月灣旅遊業嘅遮羞布，更暴露咗內地部分旅遊區喺基層治理、商業道德以及經濟轉型中嘅深層次潰瘍。所謂嘅138蚊海鮮大餐，聽落性價比極高，但係等到端上台先發現，全部份都係急凍嘅死魚死蝦。原本應該鮮甜嘅扇貝，變成咗廉價嘅細小雪藏貝。所謂嘅海鮮炒飯入邊全靠幾條菠菜嚟充數。如果你覺得套餐平冇好貨，加錢單點一碟瀨尿蝦總可以啦。結果咧一口咬落去咧，肉質陳早咧已經霉爛發臭。大家不妨諗一下，山長水遠驅車嚟到海邊，圖嘅就係嗰一口鮮字，結果食落肚嘅竟然係工廠大量生產、充滿科技與狠活嘅劣質預製菜，甚至係變質發臭嘅垃圾。呢個已經唔係單純嘅偷工減料，呢個係對海鮮呢兩個字最大嘅侮辱同詐騙。而喺住宿方面咧，情況更係令人觸目驚心。網上擁有超高評分、號稱無敵海景嘅網紅民宿，現實中卻是一個處處暗藏殺機嘅恐怖屋。床單係發毛冇洗過嘅，床頭燈係爛嘅，最致命嘅係一打開熱水爐，全房立刻跳掣停電，空氣中仲彌漫住陣陣焦味。為咗生命安全着想，遊客只能連夜搬走，但係逃命嘅代價竟然係被預訂平台同房東強硬扣除房租。鏡頭下所如實攤開嘅就係雙月灣最底層嘅商業生態。其實通視呢一次撞鐘嘅絕對唔係偶然嘅一兩間黑店，而係一條運作得極度精密，將詐騙當作日常嘅實體產業鏈。喺呢啲地方，消費者唔係顧客，而係待宰嘅羔羊，係被榨乾最後一滴血汗錢嘅水魚。點解呢啲爛到骨子裏嘅餐廳同民宿能夠源源不絕地吸引遊客？嗰啲讓無數遊客落碟嘅無敵海景同超高評分背後，究竟隱藏住乜嘢樣嘅魔鬼細節？答案在於網絡造假。呢啲黑店嘅生存極度依賴小紅書、大眾點評、攜程等互聯網平台上龐大嘅網絡水軍。佢哋用極低嘅成本購買虛假好評，瘋狂進行種草營銷。佢哋熟練地使用各種重度網紅濾鏡去遮掩發毛嘅床單、漏電嘅熱水爐同埋發臭嘅廚房。當線上嘅虛假繁榮徹底屏蔽咗線下嘅真實爛臭時，所謂嘅大數據推薦其實就只係一張精心編織嘅詐騙網。事件曝光之後咧，當地相關部門立刻火速出動，連夜展開突擊檢查，涉事嘅餐廳同民宿被勒令停業整頓。呢種雷霆掃月嘅公關式執法看似大快人心，但係我哋必須冷靜地反問：查封咗呢兩間店，真係就等於一天都光晒咩？喺內地部分基層治理嘅邏輯中，呢個係一種典型嘅公關式監管。對於地方部門嚟講，旅遊業係帶動經濟增長、美化政績嘅搖錢樹。只要唔搞出人命，只要事情冇喺網絡上發酵上熱搜，過去對於呢啲遊走喺灰色地帶嘅違規行為，佢哋都會選擇隻眼開隻眼閉，因為嚴格執法代表住
會觸碰地方利益鏈，甚至可能影響表面嘅經濟指標。結果本來應該由政府承擔嘅市場監督責任，被硬生生地推到咗消費者身上。當遊客遇到欺詐，打嗰個所謂嘅一呼百應嘅12345政務服務熱線時咧，往往只會跌入一個跨部門互相推諉嘅官僚黑洞。結果就係一個普通嘅消費糾紛，被生硬地切成咗幾個行政碎片。你打俾客服，客服只會將呢張投訴單轉俾 A 部門，A 部門話呢個唔關我事， B 部門又話要等 C 部門介入先可以處理。呢一種互相踢皮球嘅內耗，將消費者嘅時間同精力成本無限放大，最終嘅處理結果往往係已協調，但雙方無法達成一致，或者冷冰冰地建議你透過司法途徑解決。試問一個趁住週末嚟玩2踢嘅普通香港客，邊度有時間同精力留喺內地同你打官司？部分無良旅遊商家嘅底氣就係賭你冇時間耗，賭你唔識得踢爆，賭你唔識得上網將事情搞大。你做咗水魚，就只能就自認倒霉，打碎牙齒同血吞。我哋再越過頭嚟睇睇官方目前俾出嘅處罰結果。涉事海鮮餐廳被黃牌警告停業整頓，聽落好似好嚴厲，但稍為了解內地基層運作嘅人都知道，喺缺乏持續監督同埋退出機制嘅環境下，呢啲處罰嘅實際違法成本低得可憐。過去無數嘅新聞教訓話俾我哋知，所謂嘅停業整頓，往往只係俾呢啲無良商家放一個避風頭嘅假期。風頭一過，涉事店鋪可能只需要換一個招牌，轉一個法人代表嘅名字，就可以原址重新開張，繼續用同一套殺豬盤嘅手法去東下一個客。如果地方政府冇決心建立一套具備毀滅性嘅黑名單制度，讓違規者傾家蕩產，終身禁入該行業，咁所有嘅執法都只係一場逢場作戲嘅表演，違法成本接近零，利潤卻高得驚人，自然會有人前仆後繼地將消費者當成水魚嚟宰。喺呢種畸形嘅風險收益比之下，商家嘅道德血液晨早已經被抽乾，剩低嘅只有赤裸裸嘅貪婪。跳出海鮮東客呢個單一事件，我哋再深挖一下雙月灣嗰啲甩皮甩骨嘅危險民宿。呢個其實正正係大灣區房地產泡沫爆破後留低嘅血淋淋嘅刑場。早幾年，內地房地產發展瘋狂炒作海景房、度假養老嘅概念，過度開發旅遊地產，吸引咗大批投資客盲目入場。嗰陣時買一套雙月灣嘅海景公寓，被吹捧成穩賺不賠嘅投資神話。但係當熱潮退去，樓市冰封，加上經濟大環境下行，呢啲賣唔出、租唔出去，甚至連二手市場都冇人問津嘅海景公寓，就立刻變成咗沉重嘅負資產。一般被套牢嘅小業主，為咗稍為止血，只能將物業低價外判俾當地嘅託管公司經營民宿。呢啲二房東或者託管團隊嘅唯一目標，就係喺呢啲物業徹底報廢之前，榨乾最後一滴剩餘價值。佢哋根本唔會投入任何資金去做日常維修，更加唔好說定期檢查基礎消防設備、更換老化嘅電器。所以無數隱藏住奪命危機嘅計時炸彈，就咁樣被冠以文青民宿、無敵海景房嘅美麗包裝，堂而皇之地喺互聯網平台上架。遊客以為自己租緊嘅係休閒度假嘅享受，點知其實係租緊一個房地產泡沫爆破後嘅爛攤子。遊客係用自己嘅生命安全去為當年房地產盲目擴張嘅惡果買單。呢個唔單止係旅遊業嘅悲哀，更是整個宏觀經濟畸形發展留低嘅後遺症。不管係高鐵定大橋，就算收得再快再宏偉，如果市場嘅契約精神、維權機制同埋常態化監管依然停留喺呢一種賺完快錢就跑嘅農耕時代，咁啊無論宣傳片拍得再靚，小紅書上嘅濾鏡加得幾厚，呢啲所謂嘅大灣區後花園，
最後都總是會淪為無人問津嘅經濟廢墟。香港人北上消費係尋求性價比，係尋求高質素嘅服務同埋體驗，唔係想去做扶貧，更唔係想去做任人宰割嘅水魚。佢哋帶上去嘅係真金白銀，唔應該帶走嘅係滿肚氣和一肚子嘅委屈。大灣區嘅發展需要嘅係真正與國際接軌嘅商業文明，而不是靠欺詐與濾鏡堆砌出嚟嘅海市蜃樓。如果地方政府連保護消費者唔被東嘅決心都冇，咁所謂嘅融合與發展，終究只係一場一廂情願嘅玩弄。